这讲到围炉，大家会欢食啥物咧？有人因为厝内有款拜拜，家己煮，透早就拼去菜市啊。嘛有人是订桌，真侪总铺师拼暝工传好了的，都是要互民众下午早顿围炉。另外有医师嘛提醒，过年食团圆饭，都要注意流感、甲胃肠炎等等，较会烧坏镜头。几百万都用的大煮鼎烧气是一直冲出来，当在空气刺激。另外一边代表年年春的龙虎斑鱼，一半一半放入去人床，准备要吹。对29暝前一暗的暗时10点外开始，高雄福鼎金宝安宫头前30个人分工合作，代表民众主文的围炉倒菜。热食的部分都会成长1至2成左右，总共有3个点取餐地点，加起来应该在2000份左右。对半暝是一直无用到透早，主打传统古早味的菜色，包括乌鱼子、鱼翅、蛋啊和油饭等等。虽然介绍受到食材起价影响，一寡已经调起，但因为真方便，订单是比去年增加1成到2成。屏东的菜市啊，同款是闹热滚滚，民众买花来增加过年的喜气。店家包装的手是无停过，另外青菜、猪肉和海产档拢出现排队的人。尤其过年吉祥菜色的长年菜、好彩头的白菜头，拢是民众来采买的重点。好彩头是很多人买，新年快乐，生意最好，卖的第1名。不过过年人团圆，南来北往，第一线诊所的医师发现讲，干那29暝迄天的早起来看医生的人数，都是平常时的2.5倍，呼吸道的病上侪，内面差不多6成拢是 B 型的流感，另外等胃型感冒都是等胃炎快速增加。在看诊当中，其实有一小段时间里面，连续看到好几个肠胃炎的病人，然后有5个完全不同家族的人哈，同时都出现肠胃炎的症状，然后来诊所挂号。那共同的症状大概就是腹痛，然后恶心想吐，然后有腹泻的情形的状况出现哈。另外，医生嘛提示讲，伫日本和南韩分别有流感和诺如疫情升温的型，越南等病毒7型疫情嘛，佮创新高，民众出国伫外口，拢要加注意家己的健康状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